国际消息，咱来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27指出，北约已经提供乌克兰1500多架的装甲车，也有230架的战车，而且训练超过9个乌克兰的装甲旅，来帮助乌克兰把领土讨回来。那乌克兰的军方嘛积极备战，按算伫咧未来这几个礼拜会发动攻击。几啊千乌克兰士兵已经接受训练，使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武器。北约秘书长斯托滕伯格日前指出，北约民邦甲合作友好承诺予乌克兰的作战的车已經到98%以上。That means over 1,550 armored vehicles, 230 tanks and other equipment, including vast amounts of ammunition. In total, we have trained and equipped more than 9 new Ukrainian armored brigades. 北约成员国也强行防空系统甲火炮，波兰甲捷克是提供经苏联制造的米格29战机。斯托滕伯格阁讲到，7月伫立陶宛举行的北约峰会，会为乌克兰制定出一项多年度支持计划。乌军也咧备战，未来几禮拜要發動春季反攻。Треба мотивувати себе тим, що якщо ти цього не зробиш, якщо ти не підеш на війну і не виженеш ворога зі своєї країни, ти навіщо тоді жити? 伫首都基輔附近森林内底，乌克兰士兵接受突击训练，因大家经过激战，包含东部前线巴赫姆特的保卫战，即卖被俄如何专守围攻。因为波兰北部都市布伦堡附近发现一个军事飞行残骸，顶悬有前苏联通用文字“西里尔自保”。这离俄乌边界真远，当地媒体报道指出，这可能是空对地导弹的一部分，有可能属于波兰军队。公司新闻陈慧仁编译。